继续来关心，针对着宪法诉讼案的修法，复议案后在也好决了后，行政院的政委林明兴是提出预防性权利救济。法务部表示讲，就法院的依据来讲是有可能的。因那司法院是认为讲，应该要由宪法法庭依照个案来审任决定。司法院也证实讲，已经有收到民进党申请宪法审查，也有暂时处分。 行政院针对宪法诉讼法提出的复议案，顶礼拜互立法院否决。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兴搁再表示，会当提出预防性权利救济，对宪法法庭敢要裁定冻结新通过宪诉法。法务部政务处长黄世杰是表示，立法院依据确实有可能。因为宪诉法是由司法院主管的，所以当然是尊重司法院的看法哈。那不过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哈，确实哈宪法诉讼法。 有准用哈行政诉讼法条文，那么也有准用哈刑事诉讼法里面也有准用民事诉讼法条文。制宪跟暂时处分目前还是方向嘛？这个可能要问那个行政院才知道。不过，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是引述现任的大法官，也是时任的司法院秘书长吕泰龙的话，认为总统无公布的法律，未当成做事先的目标。我们台湾的法律制度是可以配合着执政党。 有政治上的需求就变来变去吗？当时那个立法者的讨论那个意思，这当然是一种那个解释。那所以我们尊重当时女秘书长那个意见。同一个司法院，2019年要审宪诉法来立法院说一套，现在配合民进党政府的需求又讲另外一套。司法院本身行使职权，如果受到影响，可不可以请求释宪？ 这在法条上是符合的。那你们有没有做过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，在过往旧制时期，有没有司法院曾经有申请过2件？曾经有过，但这2件最后都不受理。申请释宪暂时处分之时机，是不是最后一个？你可以说，是不是应该由宪法法庭来认定？ 对，这是宪法法庭的那个权限。司法院表示，以预防性权利救济做审理的案件类型，伫民事诉讼法、家事诉讼法，也有行政诉讼法拢有适用。不过宪诉法阁无直接的明文，也若敢要准用，安怎准用，这是由宪法法庭按照具体事态来判断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